財政預算案建議預留10億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，促進成果轉化同應用。為咗匯聚行業嘅頂尖人才，探討人工智能嘅發展同應用，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將會籌辦第1屆國際人工智能青年科學家論壇同埋國際機器人大會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：人工智能技術迅速發展，正係重塑全球經濟嘅中長期格局。香港正係處於發展嘅關鍵節點。呢場科技變革不單係顛覆傳統嘅生產方式、商業模式同埋消費模式，更係重新定義不同經濟體、產業或者企業嘅核心競爭力。人工智能係加速培育新質生產力嘅核心。我哋會善用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同埋國際化嘅特點，讓香港成為人工智能產業國際交流協作嘅匯聚地。通過前沿研究同埋落地嘅應用，全力發展人工智能為關鍵產業，並賦能傳統產業升級轉型。預算案又提出預留1億元，今年之內推出為期2年嘅製造及生產線升級支援先導計劃。政府按1:2嘅配對比例，向每間喺香港營運生產線嘅企業提供最高25萬元嘅資助，預計大約400間企業受惠。政府又會制定新型工業嘅中長期發展方案，並透過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，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投資策略性新興同未來產業。政府正係籌備推出1億8千萬元嘅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，按1:2嘅配對比例，向每間專業初創企業服務機構提供最高3000萬元資助，以豐富初創生態圈。生命健康科技方面，政府會透過設立生命健康研發院資助計劃，支持本地大學設立生命健康研發院。貿易發展局喺重點展覽會期間，會喺香港設計廊同展覽會場增設專題快閃展示區，推廣本港嘅優質創科產品。低空經濟方面，第一批監管沙盒試點項目嘅申請即將宣布結果，政府亦都會研究訂立先進空中運輸系統專用法例，積極同內地當局就低空經濟嘅相關議題加強對接。金融同稅務支持方面，香港交易所正係積極籌備開通科企專線，便利企業準備上市申請。知識產權係新興產業發展嘅重要基礎，政府會檢討購入知識產權使用權同埋關聯交易等嘅稅務扣除安排。